虽然足紧张的哦，不过吼嘛是一定爱赢，罗岗专胜力一定爱赢。NGO 专家甲学生以下世代、下领域的观点，切入当代社会议题，大家互相顶功夫。看节目嘛，顺续学台语新词。头起先就来介绍今仔日的参赛者。大家好，我叫做殷祖伟，我即马是台湾罗岗电线的副秘书长。大家想讲，台湾罗岗电线到底是啥物款的团体啊？譬如讲，咱伫新闻顶看到的时阵，可能拢是开记者会啊，你行街头拢是足歹啊，拢你骂政府。毋过其实团体今年嘛是阮成立的40周年，所以罗岗电线即马除了大家伫新闻顶观看到的以外，阮嘛开足多的时间伫做一寡罗岗问题的研究，譬如讲，阮会提供一寡法律的这修改，也是讲，阮要制定一家新的这法令，会使互台湾的劳工互更较好的这生活的这部分嘛，是阮即马开足多心力咧做的代志。今仔日嘛是讲会使透过这个机会，会使互更较多人吼，平常时的时阵，咱嘛唔知影讲，到底咱有啥物法令会使来帮助着咱。今日会使透过这个机会，互大家更较知影，到底家己有啥物权利，是即马政策有咧规定的部分。咱今日的台语比赛，咱台湾罗岗电线一定爱赢，罗岗全胜利。无赢卖得来，卖得来，爱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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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好，我是尤文，我即马是桃园市自学生高中3年。我是为高一的时阵开始讲台语。我是安怎会想要讲台语，是因为讲阮阿嬷伊是台南人，我细汉的时阵嘛，捌伫咧台南住一阵仔时间。毋过后来搬到桃园了后，会使交我阿嬷讲台语的人愈来愈少。咱拢讲母语是交人沟通上自然、上亲的语言，所以讲我就想讲好，安尼咧，若是桃园无人会当教我阿嬷讲台语，安尼我就家己来教，家己来学，家己来教我阿嬷讲台语。今仔日的参赛者看起来准备甲真齐全，到底输赢的结果如何？进入比赛之前，先来看双方介绍因在单路。今日我准备这单路是阮罗岗电线，因为阮成立今年拄好是40周年啦，所以阮准备这卡邦，就是阮这40周年。顶悬就写徛斗阵正钢线，内底我阁有放一寡物件，就是像这阮家己做的，这嘛是40周年的这反抗的皮仔纸，拢会使写字。内底阁有阮这40周年做的这纪念的。迄个对，我有阮的恁 IG 看到，足高贵的。对，阮这写劳动尊严，因为就惊像劳工爱团结啊，一阵一阵的安尼，所以阮今年特别用这来做阮的这个纪念品，嘿。我今仔日穿的单路是阮旧山有一个所在，叫做拖坑。阮遮在地协会有替遮的时代做一本口述历史。因为拖坑古早嘛是有拖空，所以嘛有拖工的故事。这种在地物件我拢足介意的，就今日我一定爱这本。我感觉这本足有意思，我嘛想要，若是有机会让分享给伊，不过我是爱赢。参赛者需要进行3个关卡。第一关是国中会考、社会科的公马题，唔知影这个题目大家敢有法度正确回答？伫嘉义厅做山工的大牛，注意的年会无劳动基准法今仔工规定的保护了后，头家开始要求伊逐礼拜5加班到半暝。有一日，大牛甲人客起冲突，案件互送去少年法庭审理。根据以上的内容判断，下面甲大牛相关的描述都一项属涉毒。A. 属于无责任能力的人。B. 属于完全行为能力的人。C. 可能受保护管束的处分。D. 可能受15万块罚款。应该是 C， 因为题目讲伊无受囡仔工的规定保护，所以会当判断讲伊超过16岁。不过伊要是咧送去少年法庭，所以可能就是17岁到18岁这个区间。不过我唔知影到底是17岁还是18岁，所以 C 是上可能的这答案。若是这款状况，迄头家爱有啥物样款的处罚，敢会有？
譬如讲，虽然即马是伊讲咱劳动基准法是讲16岁以上嘛，毋过吼，加班到半暝这一定是袂使啊，这一定是袂使，因为咱即马加班，上最就是12点钟嘛，到半暝安尼拢有危险。而且伊可能嘛爱互迄加班费，嘛爱这大夫讲爱同意讲，我同意讲会使做到要加班才会使做，对啊。若是处理讲，比如讲相拍是安怎，这种头家拢爱处理啊。为什么你互你的员工去互人客欺负啊？是安怎？这头家拢爱负相当的这责任。该恶做一个头家。对啊。用煞牌台语报新闻，念着随替你收证。今仔日是5月7日劳动节，嘛是劳工团体台湾劳工阵线成立40周年的日子。这40年来，因为台湾劳工争取一礼拜会当休2天，和劳工保险、退休金等等，嘛促成工会司法。即马台湾才有地工会组织为台湾劳工发声。为着要让大众了解遮侪年来劳工运动的历史意义，因办一个特展，嘛希望透过英国的影像、文献、史料来启发社会对劳动议题的思考。劳动议题，哇，这个太困难吧？台湾的外送事业 Uber Eats 宣布要甲富胖达买落来，引发各界关注外送员劳动权益的这个问题。劳动部长柯明春今仔日表示，劳动部29会邀请到这外送产业工会甲2间外送平台业者来展开对话，希望平台业者会使具体来回应，具体来回应工会提出的这费用公开透明的主张。透明对话的这个过程嘛，会提供予公平会做审核的参考。审核公平会。用台语贴明当代社会议题。落后者平台上每一届机会。歹势，伤紧张。中国人就业促进法，是安怎有这个法律？是因为讲即马台湾是一个少子化的社会，所以变做少年人迄落做事的担头会较重，所以讲政府就想要讲，看敢会当互一寡是大人、老大人会当转来因即个工课的所在。所以针对这个部分，我会记你因会提供补助是，若是今仔日你若是一个公司的身份，你请这个是大人有到一个比例，你的公司嘛有补助。针对是大人、老大人的部分，政府是会提供一寡职业的训练，嘛有一寡超出头路的补助，互因一个伫咧做工课的时阵较友善的环境。补充一下，因为你拄有讲一个，是因为即马咱少年人愈来愈少的这个状况，就讲囡仔愈生愈少啊。毋过定这个法律上主要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讲咱即马吼。有的老大人，伊可能还袂足侪岁，伊就先无你食头路，伊可能嘛是伤忝啊，还是讲这个环境对老大人拢大细心啊，拢讲拢无好用啊，你这老大人体力无好啊，啥咯，所以这个法律吼上主要就是讲吼，佫会使食头路的即阵人吼，伊佫会使做别项代志啊，可能讲以前讲可能爱搬物件啥咯，迄人爱足侪体力，毋过可能即嘛免啊嘛。所以鼓励即阵人吼，伊佫有即个机会，会使转来这工作即个环境来继续食头路，所以会使互这一部分吼，这劳动力吼，会使鼓励这市场内底特别佫来做发展。这是阮劳动今年40周年的这单劳
棒。感谢耶！你咧行街道拢会使摕这个卡棒，你会使放一罐水啊，放手对机呢，啊。这里边呢，可以当风阮就特别为着行街道做这个卡棒哦，的。够里边，赞！我有问题就是我知影讲罗定是一个足会甲罗岗足亲密的组织啊，一寡罗岗因可能惯习语言是台语，嘿。对啊，恁咧交因沟通的时阵，拢是用啥物款的语言？拢无一定呢，因为即马足侪人是讲啊，拢伫厝会讲台语，啊，毋过伫外口可能就讲华语。毋过有一个状况讲，我感觉较好算的，就是讲，譬如讲阮开较行街道的这记者会，啊，唱舞台的时阵，啊，这时阵若是画口号的时阵，拢会用台语呢。因为我感觉用台语画出来，迄声音哦特别好听，对，啊特别有力，嘿，所以阮若是画口号的时阵哦，我嘛较惯去用台语。台语，嘿啊。安吉哦，唱啥物？